好啦，大鐘差唔多啦，嚟到第67屆日本寶塚紀念賽，真係 6-7啊！今屆嘅寶塚紀念會唔會成為第一隻春季三冠馬呢？不十指星，20蚊嘅獨贏，13蚊嘅位置，排個5檔起步。所有馬都已經齊集閘口㗎，就係等施閘完嘅啫。好啦，騎手都開始行下去啦。哇，冒住大雨咧，跟住咧就上到去呢個施閘車啦。咁個奏樂咧，即將都會開始。好啦，用個車喎。好啦，上咗呢個施閘車啦。好。阪神競馬場，好，紅旗一揮，馬匹就開始入閘。第67屆日本寶塚紀念賽奏樂，好啦，奏完樂，今次居然唔用山演奏啊！居然用呢 GRA 通常用嘅音樂嗰個演奏寶塚紀念，今次就唔係山演奏啊！嗰啲音樂公司都冇辦法趕得切嚟到阪神競馬場，因為冒住大雨，都可能嗰個弦樂團都趕唔切嚟到啊！好啦，馬匹就開始入閘啦，應該啊係噶啦，馬匹就做好晒啲點樣工作，行多個圈先啊！反正都要適應下個場地，即係宇宙雨林。咁啊，注目咋？不十指星，而家落到嚟19蚊啊！好，馬匹就開始入閘啦，就見到有呢一隻嘅甜蜜時刻，然之後聚天倫、真命新帝。不十指星，好啦，宇宙雨林開埋上去啦。雷麗宮，好啦，雙數號報博物街，6月豪取，妙力鼓舞，好快啊！杯進酒，名將田園落飛添啊！曠世帝財，高野進士，沉沉聲入啊！最後入閘排18檔嘅秘魯，好啦，秘魯搞陣，亦都搞掂埋第67屆日本寶塚紀念賽，入晒閘，隨時起步準備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間3檔位就有啲甜蜜時刻啊，快啦！中間唔慢嘅話有呢一隻嘅宇宙雨林啊，中間不十指星嘅守住前啲嘅位置咧，外面仲有名將田園啊，入邊位置先見到博物街，中間位置仲有呢一隻6月豪取啊，響佢外邊位置中間4號嘅妙力鼓舞啦，外邊15號咧就係呢個我的領域啊，後多些少咪見到埋邊有聚天倫啦，外邊位置咪見到有呢個秘魯啊。中間位置仲有真命新帝啦嘛，後面幾隻馬啦，咁啊見到有呢一隻嘅雷麗宮守住尾5嘅，尾4位置就係野田分位，尾3位置感動李生，尾2位置咧就係嗰隻帝國夢啊，咁啊仲有後邊仲有2隻喎，杯進酒同埋嗰隻嘅高野進士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居然係呢隻宇宙雨林帶頭啊，名將田園就守住第2位嘅，第3位咧埋邊甜蜜時刻啦，外邊第4位走到上嚟咯，就係呢一隻嘅12號嘅呢曠世帝財啊，不十指星就守住個第5嘅，響佢外邊有6月豪取啦，外邊有博物街，中間位置仲有啲妙力鼓舞啊。或者後啲先見到聚天倫啦，外邊有呢隻秘魯啦，拍住中間位置仲有呢隻我的領域啊，後面幾隻馬啦，分別有呢隻雷麗宮啦，埋邊位置仲有呢一隻係嘅野田分位啊，尾5位置咧就係呢一隻帝國夢，尾4位置就撼動李生，尾3位置咧就係呢一隻嘅真命新帝啊，尾2位置就係杯進酒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就係高野進士嚟噶。好啦，做晒800咯，前面透出仲係呢一隻嘅宇宙雨林帶啊，名將田園守住第2位，第3位就係呢個曠世帝財啊，不十指星啊守住第4位嘅。外邊位置咪見到有6月
6月豪取啦，喺佢中間位置先見到有呢隻博物街啦，埋邊位置仲有田麥時刻啦，並出邊追㗎嘛，中間等緊位喎，有呢隻最天能嘅，外面都帶緊上去㗎啦嘛，見到有呢隻雷厲攻啊，但我覺得黑洞李生同埋大國夢㗎，好啦，正最直路嘅時候咯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宇宙雨林啊，呢個時候名將田園開始上嚟追佢，不十字星呢度位置開始中間趕上嚟啦，外面追嘅就係咗野田分位，兜到嚟最後200厘米，名將田園透出不十字星呢步上緊嚟，外面仲有呢個野田分位，最後100厘米，名將田園接啲不十字星越逼越嘅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名將田園衛冕成功跑第2名，不十字星爭幾步啊咋，第3名呢，埋面宇宙雨林出邊野田分位2匹馬相當接近啦。哇！結果呢場賽事以為不十字星可以攞到春季3冠之際，點知武方騎得好好啊！呢隻名將田園沿途守住2、3、4位度啦，不十字星就喺佢隔離。咁但係呢，因為變化地嘅關係，不十字星就唔係太咁好。